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你有欢喜来做礼拜无？感谢我主，互咱会当每礼拜享受甲主的同在，伊带着咱来，逐礼拜来甲敬拜。不只是逐礼拜，咱每一天嘛需要来亲近上帝。上帝甲咱应允，讲安怎，咱若亲近伊，伊就安怎，伊就必咧亲近咱。所以咱有一粒较无的心，那落亲像较无溪水，安尼时阵，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喜爱咱的敬拜。什么是合宜的敬拜？咱今日拄仔所读的经文虽然短短敢若一站，咱来思想什么是合宜的敬拜。咱顶礼拜咱的这个小玲要叫小玲，要叫啥？上拢就安尼叫小玲师傅甲咱分享的经过一礼拜应该大部分的兄弟姊妹呢，顶礼拜道理可能拢搁害上帝我毋知有偌济人搁会记的啦但是咱小玲师母伊顶礼拜秀玲，我甲伊叫小玲安尼较亲切啦伊甲咱讲，咱是啥物款的圣殿？行动的圣殿啦，我毋知大家听了安怎啦但是呢咱顶礼拜伊讲到的经文讲伊甲有一个妇人人毋是小玲啦，是一个妇人人甲耶稣哩对话的时阵讲敬拜毋是一个山，嘛毋是伫迄个山，是伫啥物所在？是咱的心内到底有主啊无主，有上帝啊无上帝啦无论如何啦无论如何，地点毋是上要紧、上重要的。当然，咱今日组织伫这只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嘛是真要紧。但是搁较要紧是咱这人内底迄粒心所以地点毋是问题当然呢，时间地点已经毋是问题，时间应该嘛毋是问题啦但是咱过去这段时间，兄弟姊妹咱有小可关注到咱大义堂礼拜，还是讲咱大义堂未来命运基督徒敢若无咧讲命运呢未来安怎会啥物即个变化你忧心的兄弟姊妹，关心的兄弟姊妹咱拢知因为咱大义堂的时间敢若要变化，爱变化因为今日开始咱大堂已经开始礼拜煞真侪兄弟姊妹受邀请鼓励讲去路宾馆讲要踮咧遐有一个小组交陪我拄嘛有落去，但是因为咱遮即马10点还袂改时间我就经过赶起来感谢主，咱兄弟姊妹经过去一段时间的即个讨论感谢主，咱吴牧师嘛有来顶礼拜甲真侪兄弟姊妹有共同拄安尼摆馆食的所在为了这所在，大家安尼咧参详，感谢主吴牧师有听到兄弟姊妹的心声甲反应啦虽然有真侪，咱较早嘛有问卷调查过，嘛有真侪想法总是咱顶礼拜吴牧师有听到袂少人的建议讲咱现主时的10点是毋是莫改到11点半当然大义堂咱嘛望莫讲无去所以呢，是毋是会当听到兄弟姊妹真侪人表达讲是毋是改10点半顶礼拜开会煞嘛毋知影结果是啥物啦但是感谢主，顶礼拜吴牧师又转来咱这个所在离差不多1点的时阵转来咱大义堂一个兄弟姊妹已经离开所以毋知影所以我今日特别正式来公布吴牧师伊听到大家的心声，讲要配合这个大堂的需要但是呢，因为咱大义堂嘛有需要，所以伊愿意讲，互咱安尼来建议，咱将来大义堂来调整差不多半点钟然后，所以咱10点半开始做礼拜所以这个时间呢，虽然咱即摆是10点开始，将来可能会延半点钟，当然咱一寡时间嘛会做一寡调整，所以咱今日有一个单这个单是互大家参考，即摆还袂做决定，但是总是吴牧师顶礼拜已经来正式甲咱讲，咱以后必须要调整礼拜时间做10点半10点半的前后要安怎安排今日会后，如果兄弟姊妹大家有一寡关心，咱会当有提供一寡意见啦
吴牧师无希望讲咱明年伊个才换时间吼，伊希望量早啦，因为今日大堂已经开始啊，希望讲牧师会当出现咧大堂会后，伫路宾馆甲兄弟姊妹有交陪吼，所以牧师嘛希望讲咱念伊吼会后，大家怎有一个共识吼，咱会当是毋是莫拖甲伤久吼。检查会怎会顺势？咱12月开始，还是讲11月底，这念伊大家当来讨论。但是无论如何，我拄仔讲，合宜的敬拜，毋是讲啥物款的所在要紧。合宜的敬拜，嘛毋是讲几点几分较开始，迄较重要。我有较早咧做新学生的时阵，听到人讲，恁基督徒礼拜哪会拢咧礼拜早起10点咧做礼拜，迄是安怎由来？较早圣经是讲7日的头一天呐，7天的头一天就礼拜早起，无讲啥物时阵啊。有人一寡美国宣教师安尼，有一个人曾经安尼讲过啦，但是大家听毋知是安尼对毋对，有道理无道理。伊讲较早人美国人因信耶稣的人拢是咧。专讲伫美国南边诶，拢徛马咧，普通时啊咧饲鸡、饲羊、饲鸭、饲有诶无诶。礼拜时啊，伊就爱早穿整齐啦早起食饱呢，准备去教堂啦。所以时间安尼掠，差不多是早起10点啦。所以一般诶教会是早起10点去做礼拜，较所谓诶标准啦。但是标准嘛，毋是讲一定是标准，是讲迄传统是安尼来诶啦所以咱大家堂。嘛真标准，过去拢一开始礼拜就10点，即马要改10点半，就变无标准啦。到底有标准无标准？这时间我拄仔讲，既然地点毋是要紧，时间嘛毋是要紧，所以今日牧师用特别罗马书12章第17节经文呢，要甲大家兄弟姊妹，咱共同来思想圣经内底保罗伫罗马书伊11章进前。伊拢咧讲，咱的信仰是啥物？12章以后，伊讲咱有即个信仰以后，咱要安怎来过咱的信仰的生活？12章的第1节拄啊一个分水岭所以咱今日要看即节经文呢，我拄啊讲啊，无论咱大起长将来如何无定着咱未来人也较济，咱只坐袂落去对无？咱无定。301变401对无？无论是安怎，拄仔讲无论大起长，咱将来啥物阵要开始换时间，改10点半还是咱继续伫遮，还是将来会去某物所在？当然目前未暂时未改所在，但是我拄仔讲诶，顶礼拜咱诶小林师母甲咱提醒诶，敬拜毋是伫即粒山，嘛毋是伫迄粒山，敬拜嘛毋是讲10点，还是10点半。迄拢毋是关键，拢毋是要紧，要紧的是咱爱有一个什么款的敬拜？什么款的敬拜？合宜的敬拜即句话是圣经写的啦，第2版的好，安怎讲呢？咱拄仔讲，无论如何，咱拢爱有一个合宜的敬拜，这些是上要紧的。所以，咱大家等于兄弟姊妹，无论咱。每礼拜来做礼拜，是一年的第几礼拜？只要咱每礼拜来做礼拜，咱拢爱有一个合宜敬拜的心。咱今日通过这节经文，咱的思想，什么是合宜的敬拜？经文真短，咱拄嘛已经读过啊，对无？伊讲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讲所以？我拄仔讲罗马书的第1章甲11章，拢咧讲咱的信仰。到底安怎会当来得到？咱毋是照着行为，咱就照着上帝互咱的恩典，上帝互咱的信心来领受咱所得到拥有的。拥有的，保罗咧11章进前一直讲这包括第9章11章讲到犹太人甲外邦人到底有啥物款的无共上帝毋是独甲这福音救恩互犹太人，伊互全世界的人。所以咱今日嘛会当得到这个福音。所以呢，12章讲所以，讲所以，所以啥物？所以讲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拄仔讲，咱的救恩若无上帝的怜悯，
咱是要安怎讲，咱会当去得到安尼遮尔美好的一个救恩呢？所以拢一切拢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保罗嘛有讲过一句话啊，我惊你诚做什么款的人，拢是因为什么才诚的？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才诚的。所以咱今日兄弟姊妹，咱会当诚做上帝的儿女，咱嘛会当伫上帝的关系当中，咱诚做兄弟姊妹，这一切嘛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保罗讲，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安怎呢？上帝的怜悯啊，甲我劝恁啊，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所以保罗劝咱，保罗真温柔的心，甲咱劝嘛，咱兄弟姊妹，咱每个人，所以虽然这本册写予罗马教会兄弟姊妹，咱今日来读来领受共款，咱经过2000多年，来通过保罗伊安尼甲咱劝讲，咱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我拄仔讲，咱顶礼拜的主题叫是讲，阮是行动的圣殿。保罗咧伊罗马伊个批信当中嘛有讲过，咱就是圣神的圣殿。咱有互圣神伫咱内底做主无？甲咱保守无？看顾无？引带无？咱就是行动的圣殿。所以咱今日离开礼拜煞，离开这个所在，离开教会，咱这个圣殿搁伫个，随着你去甲带，你的上帝殿就是伫迄个所在。所以你就是教会，你就是圣殿。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就是教会，咱就是圣殿。所以今日我用罗马书12章第1节，咱安尼甲回应顶礼拜的信息，咱来共同来思想，什么是一个合宜的敬拜？则讲，保罗劝咱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为什么？咱爱甲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为什么咱愿意甲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我拄仔已经讲过啊，罗马书的12章进前的第1甲11章拢一直讲讲什么？讲什么？讲因信称义。咱拢是因信称义。今日大堂的主题就是叫做义人必因信称义。今日迄个大堂的外牧师是安尼讲的。今日咱要来思想，为什么咱爱保罗安尼甲咱劝？为什么咱会当去愿意？如果你无了解，真侪代志咱是无愿意的啊！真侪代志你无愿意讲，无愿意做，一寡物件你无愿意食，对无？一寡所在你嘛无愿意去。但是如果你也了解明白，敢若囡仔妈妈讲你这药爱食，药歹食对无？但是妈妈为什么叫囡仔食迄药啊？可能即马可能感冒流鼻水啊，鼻啊规糊什么安尼烂臭臭。做妈妈敢有这个经验？囡仔敢要乖乖食药啊？药歹食对无？所以一寡药拢会讲，我搁加一寡糖浆，还是讲药内底妈妈用什么方法叫囡仔紧食落去？因为囡仔无了解。如果囡仔了解，食药啊，虽然是苦的、歹食的、无好食的，会当帮助治疗的，如果了解，伊就愿意。所以咱的信仰嘛共款。今日保罗甲咱劝，如果咱都无了解，咱嘛无法度做会到。今日讲，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除非咱安怎？咱明白，咱已经得到这个救恩是遮尔宝贵。上帝伊用伊的慈爱牺牲，互咱得到的这个美好的救恩。当咱的救恩，咱知影是遮尔宝贵，咱明白了后，咱领受，咱即摆已经享受啊。咱是毋是会当抱着一个什么款的心？感恩的心。咱了解上帝遮尔疼咱，遮尔疼你，遮尔疼我，疼咱台语堂的每一位兄弟姊妹，疼咱华人堂的每一位兄，疼世间所有听着福音、领受这个救恩的每一位做主门徒
的每一位基督徒，如果咱会当有安尼感恩的心，诗篇有一句话啊，既然用感恩真做祭献予上帝，迄个是上帝所欢喜的。这诗篇内底有安尼讲。今日保罗甲咱讲，劝咱将家己的身躯呢献予上帝。除非我拄仔讲，兄弟姊妹，咱了解这个救恩是上帝这么啊慈爱对咱的怜悯，咱才会当愿意感恩欢喜，来家己呢献予上帝。献予上帝安怎献？今日这段经文继续安尼讲啊，做活我的祭，做活我的祭，毋是死的哦。活我的祭，颠倒变就是死的祭啊！我做囡仔的时阵，常常拢抢要去土地公庙啊，交拿担的阮妈妈咧煮饭，搁还袂煮好，人拢去还袂去想要土地公庙啊去拜拜嘛，紧要转来要来食呢不管是初二16，还是讲啥物时间你拜迄三星五咧是活死的。拢嘛，咱去菜市啊，要想要食的会转来真真煮煮的去拜去传的对无？最后拢入去台，入去家己的五脏庙内底啊，对毋对？到底啥物是合宜的敬拜？感谢主，嘛我后来有去听着福音，领受福音，明白来接受。当然，迄阵啊，受洗咧进前，迄个时间点，我嘛必须爱讲。我对福音嘛毋是讲完全的了解，对上帝的爱嘛无讲完全的了解，总是一步一步上帝带领引带。不止我愿意做主的即个门徒，我嘛愿意来服侍主，今日才会当做一个传道人。这嘛是上帝互我的恩典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毋是干那互牧师一个人，嘛是有缘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今日讲是活我的祭保罗讲，咱爱家己献予上帝，毋是死的祭呢，是活的祭死的祭甲活的祭，啥物无共款你即个共款诗篇嘛有一句话安尼讲啊，诗篇115篇第17节安尼讲，伊讲死人袂称赞上帝啦，落去永远静默的所在的人嘛拢袂。即句话听有意思无？免解说嘛死人就毋是活祭啊，活祭代表个即个人佫是活的，是活人。圣经甲咱诗篇甲咱讲，死人是袂称赞上帝的。伫约伯记内底嘛有类似的安尼的讲法。落去永远静默的所在是啥物所在？是阴间坟墓呢？你迄款所在的人是死人啊，活人？是死人，毋是活人。食的人拢袂啦，拢袂安怎？袂去，搁再去敬拜上帝，因为喙袂开啊啦，歌袂唱啊啦。所以保罗甲咱讲，兄弟姊妹，咱爱家己献予上帝，毋是死人是活人，毋是死者是活者。我讲过，我过去的信仰是传统信仰。我嘛每年的7月15，我嘛足幸的呢。别人兜拢咧抬猪，搁一只柑仔，甲钱的猪的喙讲伊是甘愿死的安尼搁庙的下愿明年搁安怎嘛？许愿明年下愿安尼客久一年一年大只。你敢听我咧讲啥物？迄只猪的柑仔，踢咧伊的喙的，咱人讲即只猪伊甘愿甘愿伫迄个什么台仔顶迄架仔顶安尼破开拍个遐一支喙开柑仔踢咧遐，迄只猪伊敢是甘愿的无甘愿？毋是甘愿的啊！但是伊是已经替拜拜的人死伫迄个所在啊！但是咱的主互咱的救恩，伊无叫咱甲咱的性命无去，
当然伊有爱讲啊，咱爱看无家己，舍己，治死家己。但治死家己是咱内面迄个旧的人，迄个歹的性命。咱爱有耶稣基督做咱内底生命的主，咱成做一个新人，活出新的生命。毋是叫咱就是信耶稣啊，咱去死，毋是呢。但是你离前的当中啊，德国的一个牧师啊，潘霍华牧师伊讲啊。小心哦！你要信耶稣，你敢知耶稣叫你来信耶稣要创啥？迄句话讲啊，潘霍华讲啊，上帝叫你来死，有人听着会惊呢。讲哦，信耶稣爱死。伊的意思是讲，真正意思是讲，咱爱甲主同死，咱甲主才法度去同活。所以今日遮讲的，伊毋是讲叫咱爱死。保罗讲，咱爱成做一个活的祭。咱活的阵，咱才法度来唱歌，对毋对？学老主啊，诗篇有一句话啊，咱的主是啥物？是以色列的学老成做宝座，所以咱若是定定安尼欢喜，感恩来学老上帝，咱的上帝迄个宝座就愈来愈安怎？要安怎形容？大家会当小形容者。啊，伊欢喜来坐即个宝座，接受咱对伊的敬拜无？一定有嘛。但是如果咱的心毋是安尼，咱的主无定讲啊，无啥爱来咱即个大礼堂即个所在接受咱的敬拜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思想，啥物是合宜的敬拜？咱是毋是一个我的祭？我讲。我才有路用啦，死就无路用啊啦。所以今日咱通过这个经文，第一点咱思想如何甲家己呢献予上帝。今日这个经文第二点甲咱讲啥？毋是讲干那做活我的祭尔啦，伊佫讲啊是圣洁，是圣洁，是圣洁。为什么安尼讲？你旧约真多，尤其是这个摩西五经内底。一再一直讲，利未记佮特别强调，讲安怎？讲咱的主是，伊讲伊是啥物款的主？伊是圣的，原文是圣，无讲洁啦，因为咱中文嘅翻译就是圣洁。伊讲我是圣的，我是圣洁的，所以恁就是讲每一位上帝子民，咱做上帝儿女，做一个每一位基督徒的人，咱也爱甲主共款，有伊的。形象甲样式，就是爱有伊的生命甲本质，咱嘛爱诚做圣。咱人是有罪的，是污秽的，是歹的，咱为什么会当诚做圣？敢若讲咱拄仔讲因信称义，迄个义，有人咧拆你讲，迄个义就是我即个人的顶面有一只羊仔替我死，互伊甲我掠砍，我才会当诚做义人。兄弟姊妹。咱敢有讲有迄个教家讲，我会当讲我是义人，孔子讲嘛安尼讲啊，人毋是圣贤啊，什么人无罪过呢？人该尊称伊叫做啥物？至圣的先师。伊讲我嘛是啥物款人？我嘛是罪人。当然伊毋是安尼甲咱讲，但是伊的意思表达嘛是安尼。当然伊。对上帝无讲该明白啦，所以伊讲止不于怪力乱神的代志，因为伊无明白耶稣。但是咱今日已经听到伊明白耶稣以后，保罗伫这所在嘛，甲咱考劝，咱爱甲家己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同时，这个活我的祭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咧提摩太后书，保罗嘛安尼讲，伊讲啊，人若洁净家己，人若洁净家己，离开迄个粗俗的事，就会成做贵气的器皿，圣化互主人来用，通准备好势呢，做逐项的好事。兄弟姊妹，咱虽然已经信主，成做上帝儿女。
但是保罗伫迄个提摩太后书遐形容讲，咱每个人都敢若亲像迄个灰仔共款，也是杯仔共款，可能嘛无一定是灰仔做的哦，可能是茶做的哦，石头刻的哦，也是啥物塑胶的哦，毋知啦。咱内底，咱兄弟姊妹内底，毋是咧所在，咱大家顶个啊，顶个有一个姊妹来咱即个所在，讲要甲咱唱诗歌，伊自我介绍，我讲我叫刘塑胶，国语叫刘塑胶，大家讲我毋是塑胶哦，塑胶听起来谐音叫做塑胶嘛，但是伊自我介绍，大家讲我毋是塑胶呢，兄弟姊妹，你嘛爱讲你，虽然咱名毋是叫做塑胶，但是你嘛毋是塑胶哦，咱是上帝尊贵的器皿，咱如何会当成做上帝尊贵的器皿？罗马书保罗甲咱考劝，伫提摩太伊嘛安尼甲咱讲，因为咱的主是圣的，是圣洁的，所以咱嘛爱圣洁。所以安怎会当成做圣洁？除了有上帝羔羊的保惠甲咱抓看，咱每一天的日常，包括咱的心思念头讲话，咱的行为，一切，是毋是会当有合宜？即个内底甲外面，互咱会当得到上帝的喜悦，讲你是我的疼痛的儿女。上帝讲伊是光，如果咱伫黑暗底，咱哪有法度甲上帝即个光同行呢？敢若讲咱今日3孔伊，毋知今日啥人上早来，拄我来的时阵，即个日光灯已经是无开，是暗的，对毋对？但是迄个开关甲立落去，即个所在就光啊。连伊咱若刷的时阵，开关搁甲立落去就暗啊。所以咱的生命有一个开关，你的开关常常是拍开，也是该离花。所以今日保罗通过罗马书提醒咱兄弟姊妹，咱即个开关来拍开，通向光明，通向圣洁。同样会当甲上帝同在甲同行。最后安怎讲呢？咱拄仔讲啦，上帝是圣洁，咱若圣洁，咱才好度上帝甲咱用。12章第1节尾啊才讲，伊所欢喜的，如果咱安尼做，咱安怎做？咱家己献着上帝，咱。照今日保罗甲咱考劝的，咱做一个活的者，咱来追求圣洁，这是咱的主所欢喜的。最后这句话安怎讲？咱同齐来读来，这是恁合宜的敬拜，咱甲恁改做咱，好不？这是咱合宜的敬拜。所以我拄仔一开始讲，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无论咱台语堂。什么时阵要改时间？咱对即摆10点要改10点半开始做礼拜。当然要改进前，咱周报一定会公告啦吼。希望卖真久，嘛卖讲雄后礼拜就变啦吼。咱今日甲即个消息互大家知吼。咱无论时间点是几点礼拜，咱今日听了即个信息，顶礼拜咱也有听过诶类似诶信息，上帝话，咱来思想。每当咱来台语堂做礼拜的时阵，毋望咱每一位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有一个什么款的敬拜，合宜的敬拜。所以时间毋是问题，当然地点也毋是问题。为什么兄弟姊妹大部分人拢伫大堂里做礼拜，咱必须伫这个所在做礼拜？咱这个所在做礼拜嘛无较输迄边啊，对毋对？继续咧，这所吧真好啊！将来咱换所在嘛拢袂歹啊！所以今日要强调的，毋是时间，毋是地点，尤其咱的主，伊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呢。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咱有安尼一个上帝，会当成做咱的瓦靠，兄弟姊妹，咱就。无论外口的环境是啥物款，咱内底呢，有原是
平静安稳。愿望兄弟姊妹，咱每一天拢会当享受咱的主要小事，想互咱生命迄个内面是平静安稳，搁较会当有力量。最后一句话，大海啊！大海迄个力量，毋是讲哦，迄个大海即摆几级风啊，那海涌安尼偌悬啊。有人安尼讲啦，讲海的力量，毋是你外口看安尼啦。有当时啊，你看海哦，无啥风涌。有一个即个新闻啦，讲哦，有人伫我顶下敢若讲过吼，你家人外海咧唱水，结果迄海流啊非常的大，唱水的教练叫大家爱去，咱会检一个人。找无人，哦，一直派人去找无人。过顿工，讲你花莲外海找到迄个人，伊敢伊家人收到花莲去？毋是呢，有一个海迄个涌流，迄个力量，安尼解。哦，伊家人外海讲安尼，过顿工人已经离花莲啦。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主是有力量的，哦。咱的主嘛听咱的祈祷啊，所以我拄仔讲啊，咱嘛咧忧心讲咱台语堂会无去乌白，咱台语堂要变12点钟来，大家有法度买啊无？但是上帝互咱竟然讲听咱的祈祷，听咱牧师听咱的建议，互咱愿意会当搁继续来这所在，啊，咱只差半点钟尔哦，所以这个结果毋是上完美，有人讲拢袂改，但是上无吼影响上细吼，所以今日牧师呢用即句话呢吼，第12章的第一节，甲大家共同勉励吼，共同勉励。咱拄啊最后所看到的吼，上帝所欢喜，咱安怎做上帝欢喜？吼，什么是一个合理的敬拜？吼，所以共同勉励吼，最后咱来看。咱拄啊，这个经文做一个整理吼。无论如何，咱每一位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来求上帝引带咱的未来，互咱台语堂不只有存在，会当阁有发展。吼，我阁加讲一点时间，阁有啦吼。昨昏二叔竟然讲要来做礼拜啦，昨昏9点讲伫大门口啦，我讲二叔那出现伫大门口，本来我要去大堂要祈祷啊吼，结果无去楼顶啊。我二叔你今日哪会来？啊，今日毋是礼拜哦。结果是伊甲拜啦当做礼拜哦。当然我相信二叔心内思思念念台语堂啦吼，所以提早一天来啦。但是我嘛讲真好呢，上帝好伊昨昏来，我甲伊安尼沟通啊，一寡咱台语堂的代志，安尼讲，无伊个我有一个想法，讲哇，咱顶礼拜咧开会的时阵啊，开会时有一个兄弟甲牧师讲，牧师，我头一摆听咱台语堂的历史，伊讲哇，是毋是爱甲咱台语堂的历史吼，好啊，趁即马阁有一寡人伫的吼，口述历史啦吼。啊，感谢江老师甲进前二叔提供互我一寡台语堂历史，因为我是几年前才接嘛吼，所以我历史我毋知影。但是这历史真宝贵呢，但是无完整啦吼。所以我昨昏甲二叔讲，是毋是趁讲啊，陈伯伯还阁伫的吼，哥哥啦吼，啊弟弟虽然啊即马无来，但是嘛阁伫的嘛吼，也是讲江老师来讲姓兄讲是敢若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的即个元老吼，咱台语堂的长老吼，长老级啦吼，啊，搁一寡较早期来，兄弟姊妹，咱有一寡记忆的，一寡事件代志，也是讲你曾经有一寡相片，真宝贵、真要紧，咱来收集起来。咱是毋是莫讲敢若一 A4 的台语堂的简单历史，咱会当集结成册，咱。花园堂无偌久进前才庆祝70周年，敢毋是？迄个族人，一楼的族人来讲，几年啥物代志？咱是毋是咱台语堂趁即个时间，咱嘛甲即个整理出来，互咱未来不管是第几任的牧者来带领咱，也是讲兄弟姊妹将来的人、新的人来，
会了解台语堂，为什么伫华严堂会存在一个台语堂的崇拜？希望讲咱伫即个时间点，咱家己共同来做即件代志。无听到啊，飞机就是转机啊，无听到台语堂，咱将来教会更加甲咱重视呢，更加甲咱看重，爱发展哦，互咱搁较侪资源，还是搁互咱较侪空间，甚至搁较侪同工来。这是牧师咧乌白做面梦，也是真正会成呢？这就需要咱大家同心来祈祷主，不只来保守咱，嘛来带领咱。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今日通过罗马书12章第1节保罗的劝劝，互阮会当愿意明白主你互阮这个福音是遮尔啊宝贵，互阮会当来愿意将家己的身躯献落主，做我的祭是圣洁的，是你所欢喜的，会当成做一个合宜的敬拜。互阮这个人就是成做一个行动的圣殿，无论伫倒落，拢会当有主你的同在，有主你的保守看顾，嘛会当随时亲像阿伯拉罕同款，会当来起弹，来随时来亲近主、敬拜主、学罗主，也来服侍主。但愿阮台语堂的兄弟姊妹，每一位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疼痛意爱，会当成做主你的器皿，合乎主你来使用，也求主大大使用，安尼来向主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